哎呀，哎，还冇，那就不用钱就好呀，就咋都冇看到就好呀。你要师傅啦，做唔得啦。嗯，你送摆哦，叫阿贤哦，没安尼啦，不用等啦，莫搞主意啦。米红哦，本太人准到遐好嘛个笑，好就喊啦，打到班上死呢，做唔得啦。干不呀？会咯，你阿婆你捌嘞哦，有冇按法晕哦？伯公啊，也冇好笑啦。哦，嘿冇安用啦，我吼冇看到你来呀。哦今日你冇看到我来哦。哦，那东西啊，就表演部啊，前个月迄个冇崩铁的，这对住阿叫的，到时怎个叫出去就好呀。不用等啊。哎呀，好啦，你讲做得安尼啦。啊，还叫呀？阿婆，嗯，最近唔会帮诶。你唔可以呀，阿叫的，来，停不啦？给没事给啦，转来啦。我叫，来啦。你阿婆你捌嘞？啥你阿婆？用按发晕。来啦，先转去啦。哦，最近冇帮呢。安尼做得去办的嘛？够嘞。对不啦？有冇？你看哪？啊？呀？初本唔会经常 PMEC 诶，伊啦，哦，要冇爱去啊，哦，按紧啊，小马鸡啦，我唔叫。来，对不啦？歹势啦，我咩冇其他嘅辦法咧，咁做對啊，本嚟冇響啊，哦，好啦，呢個冇事情啊，係真本時候了嘅啦，哦，係啊，你阿婆。冇幫呢？哦，阿婆，你好啊，你冇幫啊？冇啊，看，你唔會叫出嚟嘛？係咩唔掂呢？唔看按你做你辦的嘛？係冇安用啦，我轉去哦，像條索嘅啦本呀，跟他呢個沙灘當杯用來嘅，攞佢來出來啊？所以啊，哎呀，哦，種做得吼，
我也早谈我用的读啊。阿婆啊，要无唔来读啦？啊，无啦，已经有本书的呐。啊无得，无单就无单啊，该娘个钱呀，欠没记，爱无啦，好啦好啦，等一下，啊寄来啦。你阿婆嘞，啊麻烦。好了，坐对了。等一下，用啊，爱来爱讲哦。好啦，莫瞎乱。来哦。嗯。哦，我崩了。哦，啊是。哦，哟，很太粉了。好了，应该没事情了。啊，坐对。用的啦。年本会放嘅，硬用啲钱嚟烘土，我佢空空埋佢就放出嚟啊！你阿婆啦不？喂，喂，慢啲，唔會啦，冇事情啊。做唔得啦，做對啦，做唔得啦，做對啦，冇去衝動，唔會崩啦。好啦，我好啦。啊蟲，冇事啦。好啦，做對啦。講我嘅，來啦，講我嘅，小高來啦，喂，點啦？來啊！你阿婆你筆嚟，哦，忝死！行慢啲嘅啊！好啦，啲啦，佢忝死嘅，你阿婆你。阿仔，有冇同事啊？沙壇啊！啊衰麼？你可以幫管夫氣。幫你姑條啦，冇亂講。啊，算了，咪開始搶暖褲槍暖褲啊，要槍呀！正嘢要搶暖褲哦。咩，係吹條啦。吹埋一條啊，吹你太條啦，你硬太條啊，槍入我呢筆嚟啊，冇堅正持。嘢要咩？哦，搶暖褲啦。冇事情啦，啊冇得。撳下機啊！將拿呢批啊！好了。おい、何をしている？それは何だ？爆弾です。爆弾？はい。このバカ者！貴様、そんなもの持ってきてどうするつもりだ！おい、爆弾だ！爆弾を持ってきてやってやるぞ！なんだ？何？貴様！爆弾！何をする！爆弾！冇啦！おい！唔會崩啦！ついてる紐は何だ！爆弾！
好啦，唔好講啦。佢就收佢就奶，佢就講出去㗎。俺は貴様に出てきと尋ねたのになぜまでここにいねえ。いいタイミングだ先生。没错。なところにたむろして何してる？違う。何やってんだ？唔會碰啦，唔是咁啦，唔是。什麼？打開我！後來，水幕行嘅半年大都搬上市，幫到面長空10公年。其實，不管佢要搞出炸彈冇，行嘅半年大，佢咩搶走的仲係命嘅。不過，你安尼為老警察寫到太驚死嘛？驚死唔像人心咩？也是行講，有苦使，講到搶日本人做唔驚死，但人出殺，明唔肯本人做到。我也出面，總算認清嘅。記得哦，沒講死的啊。唔係，那係講，你安尼寫就發表唔得了呢。唔會啦，安排啊，我有機會發表嘅。安排。你想炸到6成4嘅？你認為有沒有事就不用講。炸彈冇什麼出啊，沒冇堅持，給佢手開一種下啦。手托個褲，咩行嘅時候？對啊，嗰日天燈，燒到風東東嘅。Fremd bin ich eingezogen, fremd zieh ich wieder raus. Der Mai war mir gewogen mit manchem Blumenstrauß. Das Mädchen sprach von Liebe, die Mutter gar von ihm. Das 本來就感覺 Mädchen sprach von 本地人哦，愛好笑，就親像插不定啊，一直摸去倒啦，做認真咧做代志。最奇怪，伊愈認真就愈好笑。不過大部分的本島人嘛無看過插林，安尼因敢會了解？無看插不定，大家都冇去倒啦。其實咱摸相，因攏知影，咱根本免解說。若是安尼哦，無，互阿本嘛自願去做兵，你講安怎？我看這袂歹。既然哦，虎啊，佫較進行哦，我感覺吼，你得加一寡吼口舌精話話。這個歌你鬥相共改一啦。美國人，我怕你去秘魯人啊。
那报纸我看不到遐个消息，逐工就写一寡酒馆看过的新闻。你看，这手头个活动无甲安尼啊，讲说咱写，但我知影什么状况。嘛是啦，不过逐工就写这寡死死。对啊，农社有读过无？无呢，我敢若有听过，无读过呢。你嘛通看卖，伊个小说，咱家特别开挂，值得咱学习。啊，你即摆拢开始读这中国的小说？ dass man mich trieb hinaus, lass ihre Hunde heulen vor ihres Herrenhaus. イギリス軍によりザクセンの収容所が開放され、そこでは6万人が収容されており、さらに親衛隊が処理しきれなかった1万人以上の遺体が唐的迄玫瑰年的风霜埋。められていました。ある記者は正気を失った母親が一人のイギリス軍保障に向かって自分の子供に牛乳をあげてほしいと頼んだ。 Weil Liebchen gute Nacht von einem zu dem anderen. Weil Liebchen gute 我会记得我读高等学校的时阵，我甲吐素是买了上好的一本册。迄个时阵，足侪人伫咧追随希特勒。讲你嘛有买一本？哪有可能啦？咱苏小姐是自家女青年，哪有可能买一本？你莫甲我笑啦！啊，毋过我嘛是最近才知影，希特勒杀遐侪犹太野种。本岛人长期以来知影的消息拢是无正确的。啊，达嘛，你本人哦，说到枪枪哩哩。枪枪哩哩，你讲，是什么意思？清清气气。 我是感觉哦，咱武艺术啊，敢若有自觉是无够，爱唤起哦愈侪人的意识。咱本岛人吼，唔通继续互人骗去，嘛唔通凊彩互人洗脑。唔通枪枪哩，气枪枪。 Schreib ihn vorübergehen, Angst vor die gute Nacht, damit du mögest sehen, an dich hab ich gedacht, an dich hab ich gedacht. 透过你写的哪个咧，我才知影，为什么你总是会当真确实的讲出我作品内底的问题。因为咱拢咧关心真相的主题。私たちは目に見えないものに束縛されています。ただ、この束縛から解放されたいのです。 そうですね。感觉你写家族的人情冷暖，甲亲情的部分，嘛甲我创作的方式真相共。啊，不过你搁加一寡查某人的体贴。そんな風に言っていただけるなんて、かえって気恥ずかしいですわ。今日は天気がいいから、もしかしたらまた
定期便が来るかしら。定期便？空襲のことですか？そうです。このような言い方聞いたことありません？啊，今美国飞行机哦，愈来愈准时啊。我看差不多过1点钟就要来啊。啊，是我开车载你回去好啊。为啥毋是共款会拄到空袭？要毋过我开车来回毋免30分钟，应该会赴。好啊。听讲你嘛要速开去台中啊？应该就这几天啊。定期便が早く来たようですわ。それでは。先等你出来で。大丈夫ですか？大丈夫です。先去出来的。臭也唔臭，呀哈！天啊，我要动唔掉诶！我都你我动唔掉诶！呀，我那请散跑啊！慢用来探索啊！卡姐，唔看那个阿姨。天哪，可是老剑斗，加鱼啊！跳鱼，好，来。
三更半夜，喊你啥物囡仔？睡唔到觉，上人个梦记下来。夜梦？梦到嘛囡仔？我梦到弟娘亲戚不卡，肚肚苦笑，眼眶都感觉甜度，还有款子会强的，我会娘母娘就招来人来食食。用袂帮按怪梦啊？唔知呢，可能迄对个所开多拿亲戚不卡，就会受理啦。啥物囡仔？你娘若有案件，不过还都土司代管呢。你唔伫安尼，带到哪事？就惊无本人帮死，就先翕死啊！唔是笑啦，我想啊，唔伫隔壁唔会得救的啦。系么？小豆差不多啊。今日你不卡，你妈妈给谁做？记得我下小学的时节，本岛刚开始生病，到也下没过6年呢，我就要6年停，所以永远做本要从真正给年度的。也下想起来，16年，还较像迄一场大梦。还记得个样时，同你亲眼去做兵，你遐故事度，唔系遇到真人真事。你唔伫迷方，佢丢啲南洋，高到娘啊！多少？会出去了。臭嘅，下次还要立建筑师约开康会，不过下次又有准备这游学，来伫总寓所上班，都唔得唔去啊。故说你老建筑师讨论都好嘅，所以将来讲好到墙来。多少？政府嘅解决扣卡下来吗？这免买太问题啦。搁下来吼，就出现店面按用个书转来，然后平样解决啲问题听听啦。不过，用按夹，向你洗手，迄唔好。也下同到说服结婚，会出里面一麻烦。这都唔是笑啊！迄乡下人天天
应该也唔敢吼，来呢太家出来对兵啦。还有啦，你那个下线呢吼，系要动下家转来。你用兄弟吼，第一地方开间药店，去我打兵，对嘛？係。阿公，哦，又去了，那练太师的嘛。系啊。完了。阿公，做嘛嘅下鬼主编，乃是很会下唔脏咯。哦，要下太师啊，是要亲，是要亲的下来哦。要死哦，就会错位脏。那是讲啊，是要亲啊，唔係係講身體哦，啊，足到按逼出啦，是唔係親？身體自然就臭味脏，啊，是唔係唔親啊？就算身體臭到脏脏，屎咪會下埋嚟。阿公，我按客廳，那心我靜下來呢。剛才講是為親的時間，幾丈人啊，就攞身體啊，叫做用逼出，心肝度啊，你該注意講身體啊有臭髒來，個心用為親的下來啦。阿公講係錯。細細家下，你總知道，漢學從別個嘅種菜，切莫嫌棄。喺面向，現日文學而過後，針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哦12年，我讀嘅科洛姆。托卡森，輻射落去，研究要開始讀動態小說，希望多了解也係中國。錯啦，呀，真係愛你嘅見。阿公，太公，你個寫信的真來本呢？阿公，咁我先去看一下。哦，唔再冇係。好。要動結聽喜馬拉雅，將來
前老道上还有阿公讲，伊讲研究可能先转来1年。是嘛嘞？有同哥很认真的很，今日就给要几时哎？伊可能要强硬反对，故说这家先决定了。不过今日讲无法度一直去计算，佢唔会离开药厂。佢暗好研究，起码嘞唔像。我听错，这样用的时态，让人做得太主太意。我想要等一段时间，心境要有啲改变。马萨所希望做得起到时态千条线啊！难人讲，迄个我去南方，安尼就要本时退问题了。做唔得，我去楼卡上讲。卡桑，来啦！算的啦，俺读书人都晓得做遐道事情咯，也很爱来啦。无啦，安太严对你冇做唔好啦，来就做得。来做又做官的哦，作为俺导演呢，莫做嘛无下啦，爱来。哥，唔向关系卡上，你就莫因本卡上多上传啦。伢老妹安尼讲就错个啦。伢岛上啊，同伢讲嘛，为动掏心口的事情，伊个会少。伢迄相片看按道装的，偷打偷慢人哦，嘛好夹天的啦。下当对那一集转来，我用3页，你就本来看的，记下4集洗毛的相片，敢按条件。伢岛上啊，就我希望唔偏眼看了，同分离向下攀啊。还唔偏因为因迄医生，找我按导演来讲起。系啊。做啲又好，音乐，又美术，又咩应用，就做得较清晰咩啊？唔看，挨喺安松老门面来个一段地方啊，听拍摄的态度，他们看到一下泰州嘅位，照片嘅位係有幾隻，後尾出去證件，從而會看到真實片，杜後面啊，應該你未看啊？用誒。来知道，来从去做散策，眼神里做到好好，眼一下还唔使走，食材依然開嘴。唔係無奈何嘅啊，唔講唔出嘴，捱推唔講，開片演是比開一間店成點較要緊。小さな道場で大切なことを台無しに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はい。
唔就迄个在医生吼？哎嘿，唔好，我老公出去诶，也总是要几张做的结天。唔怕啦。也根本年，哎同建筑师来看看啦。好慢嘅啦，唔就几种烂做嘅，我嘛几好看嘅。唔要跟唔用波人呢，唔想留低面反正来起嘛。冇事啦。又喺屋住，我留点面梳妆去，呢個做得咁慢嘅。係死啦！你應該出去採風。其實，係死啦！其實，翕片嘅事情，你冇按照結，要要分唔到時間去清點面嘅。大喊什麼啊？不過有錢人正統按到店面，錯嘛嘅就聽說我人家見咯。也係，有冇卡啲仲面咩呀語件？錯嘛嘅唔知嘅群音咯。其實講嘅也點面呢，喺額度上，也咩做唔得注意。我係看咩會閃失嘅，也咩注意唔得。咩係啦？也店面啲青鬧熱嘅位所，條當然愛啊！總係愛成你裝做起來，然後又係冇嘅，你唔知使幾多錢，主要呢愛愛做。做一個醫生，起碼要辛苦10多年，使幾下萬。唔要去啥比什麼嘅啊？是啦。係啦，愛種下人也係錢，對於一種大家出來講，哪有乜嘅？不過咩奇怪嗬？你說按好，按小不從好，冇人送門啊！也無係車務。好心票本唔着嘅，也下愛套進來，咩合理合法，用屎尿按度啊！好啦，冇事。就係咩？哎，就像係無錢無勢嘅窮苦人啊！條家我愛就愛用做的有你化咯，冇錢就會改死命啊！係唔係一點點啊？歹勢，咱唔添麻煩，我就聽說要洗澡，不過現咩做得各本愛一時間，等前到時的店面，想要臨時洗澡。
真歹势。夏先生，多少？咱小个海，也都是咱穷养开小入口平原的广本海先生。好。もうすぐ開業されると聞きましたか？はい。强度至高。それでは将来本省の子供たちの健康は僕たち2人の力にかかっていますね。はい。僕たちは当分戦場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ないが、子供たちの健康を守る必要があり、いずれ大東亜の解放に強力な戦力を提供できるでしょう。これも重要な仕事です。はい、そうです。東新さん、講得錯。私は妹です。はい、すみません。江本先生。黝黑的你脑给zan秋时节，寒风凉凉吹，冬夜就会过来。我祈祷阿妹嘅路红，点点爱人嘅音信，无法度平静。我爱为你歌唱，我爱为你歌唱，你嘅付出嘅心，不安嘅分离，不再孤行，不再孤行。黝黑冷冷嘅早春时节，寒风凉凉吹，冬夜芒色眼泪。我祈祷茫茫嘅岔路口，点点湾畔嘅我影，在故乡里。我爱为你歌唱，我爱为你歌唱，你嘅漂泊嘅心，愤怒嘅分离，终究安息，终究安息。现在袂让日本人天数，无许推中国人拼命哦。你马上给听，嘿么，讲啊！你真经知道，唔係日本人咧。人情にかまみ、情の你唱也对哦。